Chairman，吹咩？ Hello， 大家好啊！歡迎收睇咧 Chairman TV 啊，吹咩不專業影評啊！又係我阿倫良義咧，同大家介紹電影嘅時間啦。今日咧要介紹嘅呢一套電影咧，就係《哈姆尼特》啊！咁哈姆尼特，大家一諗起嘅時候咧，個腦會諗起啲乜嘢咧？咁好多朋友咧就會即刻諗起，哇！莎士比亞。咁但係啦，後來啦，我真係咧去睇翻個故事大綱啊、內容啊，我都發現咧，大家咧係有啲 confuse 咗嘅，因為咧今次嘅呢一套電影嘅故事係哈姆尼特，但係莎士比亞嗰個故事咧，佢嘅作品咧係哈姆雷特或者譯做哈姆萊特㗎，咁所以咧呢一個故事咧，唔係真真正正咧莎士比亞嘅作品嚟㗎嚇。咁乜嘢咧係哈姆尼特咧？咁一陣再同大家去講啦。咁啦，入場之前啦，其實咧我都收到一張咧幾靚嘅戲飛嘅。咁咧原先咧我哋要睇嘅嗰個場次咧，因為咧先前咧戲院停電嘅關係，所以我哋 delay 咗咧1個禮拜先睇啊嚇。咁所以咧呢一套戲我哋睇嘅時候咧，好多朋友咧已經咧影評咧都寫咗或者出咗街啦。好啦，咁而家講下俾大家聽，哈姆尼特究竟係啲乜嘢咧？其實咧莎士比亞咧係有3個小朋友嘅，咁3個小朋友咧就得1個仔2個女。咁嗰個仔咧其實同個細女咧係龍鳳胎嚟嘅。咁莎士比亞個仔就係哈姆尼特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其實係一套咧現代嘅小説嚟嘅。咁現代嘅小説就係咧作者咧好想為哈姆尼特呢個人咧好似平反或者講一啲故事咁，因為其實哈姆尼特喺好細個就已經咧死咗㗎啦。咁咧係哈姆尼特死咗之後咧，莎士比亞先至寫呢個《王子復仇記》嘅哈姆雷特㗎。咁究竟係咪有內容嘅牽連，所以先至會有哈姆雷特嘅故事呢？咁所以咧喺2020年嘅期間咧，就有一個新嘅作者咧，就寫咗哈姆尼特嘅故事，去講述莎士比亞同埋佢太太同埋佢嘅仔仔同埋佢嘅女嘅背景。因為現實世界啦，其實莎士比亞佢自己嘅故事咧係好少去講嘅，甚至你而家去維基啊，或者你問 AI 嘅話咧，好多嘅記載都冇嘅。因為咧佢好細個嘅時候啦，即係例如佢18歲結咗婚之後啦，佢冇耐咧佢就已經離開咗Warwick 啦 Worcestershire 嘅附近啦，佢就已經去咗倫敦嗰度咧去追夢去做佢嘅話劇啊舞台劇。咁所以其實咧個大部分嘅人生咧都係貢獻咗俾佢自己最中意嘅嘢，就係寫作同埋表演藝術、舞台劇等等等等。咁哈姆雷特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作品，但係哈姆雷特佢寫嘅時候，其實嗰個期間就係佢仔仔哈姆尼特嘅死，咁所以咧先至會有現今嘅作者去作咗呢一個故事內容。咁所以咧，大家要記得嚇，哈姆尼特今次呢套電影其實係一個完全虛構嘅角色，完全虛構嘅內容，但係 based on 真正有出現過喺歷史上面嘅人物去幻想出嚟嘅一個故事嚟㗎嚇。咁今次啦，我嘅吹咩嘅電影推介，其實我係俾4星星嘅。咁都講下我嘅文字影評啦，就係意想不到嘅感人內容啦，令到觀眾一同去感受乜嘢係愛與淚啊嚇！哈姆尼特係一個勇敢嘅小伙子啊，無懼孤獨，無懼死亡，承諾保護家人，面對死神搏鬥，小小生命盡管離開人世，但係而家都變成永流千古啊嚇！究竟我眼前睇緊嘅係真實，定還是一切都係戲劇嘅一部分呢？乜嘢係真，乜嘢係假呢？要明嘅嗰個人就會明啦。咁點解今次會咁樣講呢？其實呢，今次嘅內容呢係莎士比亞呢係講得好少嘅，因為佢除咗開頭同埋結尾，中段呢其實大部分呢佢都係喺倫敦嗰度做緊佢嘅話劇舞台劇，所以今次其實個故事呢
最主要就係講佢個太太同埋幾個仔女之間嘅嗰個感情關係。咁個太太咧，其實咧就係一個類似巫女咁嘅人啦，又會有識少少嗰啲山草藥啊咁樣啦。咁咧佢哋嘅家族裏邊咧就講到咧，如果好似生到一個孖胎定係龍鳳胎咧，咁樣個細嘅小朋友咧就會被詛咒，然後就會死亡嘅。咁呢個故事其實就係一路以嚟嗰個媽媽點樣保護嗰個年幼體病多弱嘅細女，但係就忽略咗佢自己去照顧佢自己嗰個孖生嘅龍鳳胎嘅仔仔，就係呢個哈姆利特嘅呢一個故事。咁呢個故事其實非常之感動啦，我自己就會覺得莎士比亞喺呢個故事咧，其實出現好少啦，而且佢個名根本都冇出現過。直至到咧係尾佢哋話俾大家聽，要揾一個人，即係類似 William 咁樣啦，即係威廉莎士比亞咁樣，咁先至大家會知道嗰個係莎士比亞。如果冇睇過個故事大綱直接入場嘅話咧，甚至你唔知道男主角就係莎士比亞添。所以呢度咧我都覺得幾犀利嘅嚇。咁除此之外啦，點解我自己會覺得咁感動呢？就係因為莎士比亞同埋哈姆尼特之間嗰種父子情、父子關係。因為大部分哈姆尼特嘅人生，佢都冇爸爸莎士比亞喺佢身邊嗰度陪伴，咁佢一路都覺得好孤獨。因為成個故事裏邊，佢個身邊全部都係女人。嗱，佢姐姐係女人，佢妹妹係女人，佢媽媽、佢嫲嫲嗰啲全部都係女人。佢最想一個人去同佢分擔佢成長嘅經歷，其實就係莎士比亞佢爸爸。咁但係成日都唔喺佢身邊，咁所以佢有好多嘢影射咗自己嘅影子喺莎士比亞嘅作品入邊。就係佢會聽佢爸爸講嘅故事，佢會聽佢爸爸講嘅舞台劇嘅排練，同埋佢會學習點樣去成為一個男主角，一個劍士，一個劍客。佢好想佢細個就已經訓練好，大個嘅時候會變成一個出色嘅演員，然後繼承佢爸爸嘅一切。但係好可惜就係佢好細個就離開咗人世。咁但係點解佢咁細個就離開咗人世咧？咁呢一度咧有少少劇透嘅。咁但係我覺得咧係應該分享俾大家聽，而大家聽完之後咧入場去感受一下，就係原來莎士比亞同仔仔講嘅一個故事。一句句子其實一個好 simple 嘅一句嘢就影響咗佢嘅生死。但係我好 proud of 呢一個角色同埋呢一句嘅對白嘅。咁嗰一對對白咧，其實就係當爸爸唔喺度嘅時候咧，就得返你一個男仔。咁所以咧，所有嘢都背負喺你嘅身上面，成個家就由你去保護啦。就係呢一句説話。咁所以咧，喺哈姆尼特個心裏邊就係覺得我要保護媽媽，我要保護姐姐，我要保護我妹。咁去到後來咧，就因為個妹咧真係好似受到詛咒咁樣啦，咁就患到呢個黑死病之類咁樣嘅疫情嘅。咁哈姆尼特咧，佢又好似咧繼承咗佢媽媽嘅一啲巫術。其實佢個妹同埋佢自己咧，兩個都繼承咗少少，所以佢哋兩個成日會聽到一啲聲音同埋睇到啲嘢。咁咧喺現實嘅世界啦，或者喺套電影裏邊咧，我哋係睇唔到嘅，淨係佢哋兩個龍鳳胎先至會聽到同埋睇到。而個故事裏邊咧，經常都會穿插住佢哋兩個龍鳳胎係會互相去扮對方，因為佢話佢自己係孖生嘅，所以男扮女，女扮男就大家認唔到。咁點解哈姆尼特會咁樣做？就係因為佢覺得，如果佢可以調轉身份，死神就唔會帶走佢個妹妹，而佢可以保護佢嘅家人。所以淨係呢個諗法啊，我已經覺得哇，一個小朋友好犀利啊！雖然你話係好無稽，但係佢嘅智慧就係用佢自己去交換妹妹同死神之間嘅嗰種好似合約啊、角力啊咁樣。所以呢一個係一個非常之
感人同埋我覺得係好正嘅故事。咁所以咧都希望大家入去戲院度睇下啦。咁雖然呢一個係一個虛構嘅故事啦，但係歷史上真係有呢啲人物啦。咁但係虛構嘅故事裏邊都可以感覺到一份好特別嘅情感。咁所以咧幾推介大家咧去睇㗎。咁今次講多一次啦，吹咩嘅電影推介4星星。咁希望大家喺未落畫之前快啲走去睇咯。好啦，下次咧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嘅電影啦。係咁啦，拜拜。